咱们现在要舔的是赞助商，可不兴摆烂呐！这赞助商太难搞了呀！这一集赞助商要的是软植入嘛，观众又不喜欢硬广，你太硬了会有反效果呀。不要植入口香糖啊！你植入钻戒不就行了吗？那不就很滑丝滑了吗？我要是拉他来钻戒的单，我犯得着在这里跟你唧唧歪歪？哼！哎，这样吧，你再拍一版，哎，不用专门设计台词，行了吧？金炫口香糖完全停不下来啊，那也不能一句台词都没有吧？反正没有台词你也看得懂啊？啊，不是吗？嗯。